Ready, take two, marker。當林耀星飾演嘅Bosco 佢嚟到英國，咁佢必須有一場好重要，因為喺做資料搜集嘅過程裏邊咧，當佢哋嚟到英國要申請做難民嘅時候，佢喺落飛機嗰下，佢哋甚至喺飛機上面佢哋嗰個心情同埋佢哋落飛機之後個遭遇咧，其實係一個好重要俾觀眾去睇到嘅情節嚟嘅。咁呢都喺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，即係好觸動到我嘅一啲嘢嚟嘅。即係當佢哋呢啲人，即係呢批人，佢哋有咁嘅經歷，佢哋同我講嘅時候咧，機場呢部分係最觸動到我嘅嚇。咁所以我喺寫劇本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呢部電影裏邊一定要有呢一個場景。咁呢個主角林耀星佢你知啦，香港嘅演員，咁佢未必有嗰段嘅經歷嘅。咁我係好希望令到佢係盡快可以入到個角色。咁於是我記得我幫佢訂機票嘅時候咧，譬如我哋係7月某一日係拍嘅，我幫佢訂嘅機票咧係幾乎係叫做折磨佢啊！即係我記得我幫佢 book 嘅係香港飛中東啊，然後再飛英國。咁香港飛中東喺杜拜轉機啦。咁香港飛杜拜都已經8、9個鐘頭。咁我專登揀一個轉機時間係最長嘅，有成差唔多10個鐘頭喺杜拜轉機，然後再搭一個8個鐘頭、9個鐘頭咧，再飛到倫敦。咁即係話佢離開香港直至到倫敦，差唔多係用咗26個鐘頭。我想佢有一個經歷就係好辛苦，一到倫敦嘅時候咧，可以即刻拍佢就係落飛機嗰場戲，咁變咗佢成個狀態啊，各樣嘢咧都會即係唔需要去扮啦，基本上唔需要去扮，因為佢真係好辛苦先至可以係即係到咗即係英國啊咁樣。咁大家可想而知，林耀星係一個幾咁即係專業嘅演員。